他也能干这个，也们分担了吧？从嘛，俺做得了。啊，对了，给那么从嘛啦，来几个词的，跟卡瓦讲的，我摸几个那个，两几个主修，那么出体育当腾比，扎些门的些，挂正切。想着个路。那成绩名字是那鸳鸯，想着个路耶，是最出名都有都拉长，想着个路耶，刚卡瓦家那就问木苏路呀，想着个路耶，就没道理就比了鸳鸯，想着个路耶，下个路所有这三四难。想家个路耶，山那成绩名了是那鸳鸯，想家个路耶，了这走个路也都拉长，想家个路耶，刚卡家那就问木苏路呀，想家个路耶，就可罗列就两能比那鸳鸯。那成绩名声是那鸳鸯，想着个路耶，是那的走那也都拉长，想着个路刚卡瓦家那就问不苏路呀，想着个路就大声地。抖音。